来呀，开闸！将死犯田丰押上去。开战！将死犯展昭押上来。 开战！圣旨到，刀下留人。圣旨到，臣包拯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查御前四品带刀侍卫展昭勾结匪类，谋财害命，理应严惩。但念其曾有功于朝廷，又杀人未遂，行凶不惩，特命开封府从轻发落，革去官职，永不录用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快，把他扶起来！哎呦，快，小心点！哎呦，小心！哎呦，小心！哎呦，那个小院儿就在铁狮子胡同，是庞贼前些日子刚刚买下来的。另外，一并送给展昭的还有2名从江南买来的女子。哎呦，掌柜，你躺好。多亏太师在万岁爷面前替我请了命，要不然展昭的命啊，真的是归西了。如今又送如此大礼，展昭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哎呀，现在不但是太师啊，就连娘娘都让太医专门给您配了这金疮药。哎呀，你呀，只要让他们俩按时给你涂抹，7日之后，这伤口啊必然结痂脱落，淤血散尽，行走如故啊！替我谢谢娘娘，谢谢太师。太师与娘娘大恩大德，展昭有恩必报。行，小的必然给你转达。来，谢了。哎呦，小心！我爹来信，让我们把娘娘的货物运往汴梁。这运送之事非同小可，容不得半点闪失，所以本国就找你前来商量一下。国舅爷，不知太师有何告谕？太师在信上说，叫我们打着为娘娘拜寿的旗号，大张旗鼓地把货物送往东京，还要通知各州县沿途护送。太师实在英明，越是大张旗鼓，越是没有人怀疑其中有诈，也就越是安全，谁也不会打劫几坛酒。本国舅也是这么想，但是我一想到，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。国舅爷顾虑什么？娘娘30大寿，陈州只送几坛酒作为寿礼，未免有些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。哎，这
位爷，小的有礼了。还礼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开封府可有一位姓展名昭的御前侍卫？您说他呀，走了，不在开封府了。那你可知他去了哪里？我们这开封府池塘太小，养不起这条大鱼，他已经改换了门庭，投靠太师府门下去了。多谢。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我是来找展昭的，他在哪？他不在家。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他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昨天。那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了吗？算了，等他回来了我再找他。告辞。爷，这什么人啊？你下去歇着吧，我这里不用伺候啊。你是什么人？小名月华，参见相爷。这么晚了，你不是从正门进来的吧？你知道夜闯开封府是个什么罪名吗？小民有要事禀报。年纪不大，胆子倒不小。起来回话吧。就这么着啊！到时候我去陈州去打探一下消息啊，我要打听那批银两具体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。等打探到了，我就回来和你们会合。三哥三嫂，你们呢就先待在二哥这儿，就这么着啊。老四，你啥意思啊？又要冒什么坏水啊？不行，老信儿跟你去陈州。嘿嘿，三哥，你以为这是好玩的事儿啊？我这是打探消息，这个需要开动脑筋。你行吗？你是哎，老三呐，老四说的对啊。这事儿吧，给动脑子。你看我都没说要去，你去干嘛呀？二哥说的啊。你们哥俩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一个当哥哥的，一个当弟弟的啊，嫌弃我是吧？我听懂了啊，就是嫌我傻呗。那我再傻，我能二哥傻吗？你二哥，这话搁我忍不了，我觉得我不能忍。行，我告诉你们哥俩。不让我去，今天我就给你们傻一回！哎，徐老三，哎你不带我去，我真的傻了。玩新花样了是不是？二哥，管起来！不许了！啊，行，那丢人，三嫂在旁边呢。行了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起来！哎。跟个孩子似的，坐下。不是不带你去，这不是怕你喝酒误事儿吗？耽误了正事怎么办？对呀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此去陈州一路上滴酒不能沾。对。哎，不行了！哎，有一有二不能有三啊！徐老三，你有没有完了？我管他二哥！徐老三，你起来！恶狠狠的管！给我起来！管！给我起来！管他！我管不了他！我管！徐老三，你给我起来！你不起来是吧？你不起来是吧？
你不起来是吧？怕不怕？哎呦，我爷爷，我哪管得了他呀？二哥，没关系，他不起来是吧？自有人管得了他。徐小三，你就躺着啊，你好好给我躺着。先不慌，都是你的。馒头也等会儿，就口水。三嫂，那是谁？那个翻滚的玩意儿，那谁啊？那是你爷们儿。当初令尊把你许配给我家三哥的时候，为的就是让三嫂你做顶梁柱，你得当家做主啊，好好管住这个糙老爷们儿。动不动就撒泼打滚，这哪行啊？啊，三嫂，你看躺在地上多凉啊！一感冒，胡乱喝酒也不行，容易误事儿。三嫂你得管，我们哥俩管不了的事儿，三嫂你肯定能管得了。如果他像现在这样不听话，我们没办法。三嫂你怎么办？揍他！漂亮，好，他还不听话，你还应该怎么办？揍死他！漂亮死了！好，张老四，有我们关系，让我媳妇儿揍我是吧？我今天揍死你！我告诉你，我往死里揍。如果消息准确，能人赃并获，的确是扳倒庞贼父子的大好时机。可要是消息不准确，贸然出手的话，这思洁娘娘受礼的罪名，可谁也担当不起啊！此事的确有风险，而且是天大的风险。学生倒是有一个想法。你讲。相爷何不通过这位岳公子，跟白玉堂取得联系，让他们在半道上结了受礼。如果真的发现有赃银，我们再出面，这样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可立于不败之地。此举不妥。想我包拯堂堂的龙图阁大学士，开封府尹，深明法度，执掌律法的大臣，办事办案从来都是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，岂能与江湖绿林混为一谈呢？可是相爷，这万一失手的话，包拯自世以来就心悬天下安危、百姓疾苦，从来没把自己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，就是有天大的危险，也吓不住我。多亏娘娘赐的药啊，展昭如今已经痊愈了。展昭真该谢过太师以及娘娘，多谢两位的再造之恩。展昭就算是肝脑涂地，也难保万一。从今以后，展昭您追随太师，鞍前马后，尽忠效力。展大侠言重了，老夫也是出于无奈，才烦劳展大侠去趟陈州，帮帮庞玉小儿。哦，这国舅爷的事情，理当要帮。只不过展昭有个小小的要求，请讲。可否容展昭乔装打扮，隐姓埋名前去？展大侠江湖名气太大，所虑确有道理。就依展大侠的。多谢太师。展昭，这就去了。展昭要求匿名前往，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岳父大人放心，小婿自有妙计。要让展昭除了死心塌地投靠咱们，别无
听说这白玉堂是武艺之中武功最高的，人称外号解毛鼠啊。可不是啊，皇亲皇儿养了那么多武艺高超的江湖强人，不还是让白玉堂想来就来，想去就去，如入无人之境吗？嘿，那也好戏可看了。白玉堂，没想到老五也改道来了陈州了，这真是天随人愿呐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位爷，小道起手了。小道云游至此，想不想听小道唱几段道情啊？不听不听！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啥地方啊？钦差行辕。这位爷，小道识字不多，我看这位爷你眉清目秀，你就听小道唱几段，也觉得唱得好的，就给小道点赏。滚！再不走就把你抓起来！别！看你这位爷长得这么俊，你要怎么推人呢？滚！我走！再不走抓你啊！走！即日没去骚扰，庞贼肯定以为我们已经离去了，正是我打探消息的最好时机。庞府人多势众，一定要小心为上。你太小看我白玉堂，谁能奈何得了我呢？吴九爷，到苗头。诸位，今晚还是老规矩，在外面埋伏的人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两班，看见夜行人尽管放进来，在里面没抓住侥幸逃脱的，就交给你们了。我补充几句啊，虽然连续数日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不能自此就认为天下太平。虽然昨天晚上没有人来，但是不代表今天晚上没有人来；今天晚上没有人来，不代表后天晚上没有人来。白玉堂不来，不代表黑玉堂不来，啊！所以你们都一定要在埋伏这个事情上不能马虎。是。莫非是老五来了？老五，轻功不错呀！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为了减肥送寿礼的事儿。不过还得打探清楚，到底什么时候银子出发的时间。走，跟我一起。白五爷，邓某在此恭候多时了。这位是谁？你猜猜。施的是峨眉刺，原来是番江署蒋四爷。失敬。哎呀，好乖的孩子呀！四爸爸，我戴着面罩你还认得出来呀？看来我的江湖形象挺高的呀！啊，待会儿赏你几刀啊！邓彻，还啰嗦个什么呀？赶紧拿人呐！是，来呀！不好了！报古队员，火焰着火了！救火！救夫人和公子！你们快去救火！围上！二位跟我来，跟我上！
算了，别追了，赶快救火！是。武帝，兄台，多谢你今天相助我兄弟啊，可否留下江湖大名啊？是啊，露出真身吧，让我们也好敬仰敬仰啊。赵雄，哎，你留胡子了？白公子好眼力啊！武帝，这可不是什么默默无闻的小卒赵雄，蒋某有幸曾和兄台有过一面之缘，只有江湖上一位鼎鼎大名的侠者才配得上他。谁呀？小诸葛沈仲元。沈仲元？没错，四义士、五义士，在下便是沈仲元。哦，那我应该称是沈兄啊。沈兄，你留上胡子以后英俊很多啊。人在江湖上，多多行走，时有不便，于是常常改换模样啊。理解。现在世道不好了，官府还特势力，我等英雄好汉理所当然必须小心，小心使得万年船嘛。没想到在这里呢，能遇到鼎鼎大名的小诸葛沈仲元，沈公子。无义士，客气了。哎，沈兄，你今天为什么也来皇亲花园啊？莫非你也想探什么消息？正是，这庞宇欲将1万两黄金作为寿礼送给庞娘娘，装入18坛酒坛之中，运往东京。沈兄厉害啊！沈兄如何知道的如此详细？我在招贤馆有朋友，他们透露出的消息。那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后天一早。哦，太好。不过我想提醒诸位，这庞宇十分狡猾，他派遣了众多的家丁、镖师押运此物，以及通知了沿途众多的官员，让他们分段押送。想要劫取，可是难上加难呐。沈兄啊，其实你不用担心的。这次呢，我们兄弟几个都不用亲自动手。无疑是何出此言呢？包大人已经在京城等候他们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把送货的方式和行程及时的告诉包大人就可以了。这样也好，用律法制裁他们，比我等出面的好。好，那我先行告辞了。哎，别，沈兄，请留步。沈兄且慢，不知兄台此去所往何处啊？不瞒两位兄弟，我在招贤馆有朋友，就在这2日，我便混入招贤馆。如果庞宇将此物调包的话，我也能及时知道，通知包大人以及2位兄弟。厉害啊！有沈兄这等机智百出的人物做内应，我等的成功几率必定要大上一些。哎，师兄啊，这次深入龙潭虎穴呢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四义士、五义士，一样要小心行事。告辞。保重。武帝啊，这沈仲元神神秘秘的，还辛辛苦苦去立功，又不想留名，太奇怪了。莫非这就是所谓的侠之大者？那我倒不知道，但是人家确实比你英俊很多。四哥不管别的，捞到银子就行。我知道，明白。多次在看你一眼，多次再回。别叫了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不知姑娘芳名可教呀？会永远都在对你。身不由己，我为你奔命。好打！
怀念，会闭上眼。爱的情。谁？是我，月华。月公子。月公子，快请进。哎，五爷呢？啊，刚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去黄金花园打探受理的消息了。月公子，喝点水吧。多谢雅兰姑娘。其实啊，我有一些话，早就想对雅兰姑娘私下说了。月公子，你我虽然都是江湖之人，不拘小节，但是这样还是不太好吧？雅兰姑娘，莫非是盼的白玉堂回来，看到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打翻他的醋坛子？月公子何出此言？我与五爷虽以夫妻之名共处一室，但是没有半点无礼之处。那这么说来，这么多天，你们朝夕相处，就没有摩擦出半点儿女私情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那这么说来的话，看来小生我还是有机会了。什么机会啊？雅兰姑娘，这个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白玉堂那个榆木疙瘩不解风情，可是我可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月公子请自重。雅兰万万没有想到，公子竟是如此轻薄之徒。哎，雅兰姑娘，此言差也。雅兰姑娘对小生还不是十分的了解，我相信我们相处久了，你自然会对我青睐有加的。恕雅兰直言，雅兰恐与公子无缘。缘分是可以结的，话不能说死了，任何事情都会改变的。但是这件事情不会变。为什么？就不要再追问了。任何事情都是有结果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公子，因为雅兰心中已经有人了。你骗人！我为什么要骗人？令堂临终前亲口对白玉堂说过，说你一直待字闺中。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。那过去和现在又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过去是没有，可是现在确实是有了。现在有了？就这么短短几日，你一直神居在客栈之内，走到雅兰心中的就只有一个人了，白玉堂。这回你不能否认了吧？刚刚你还说你们没有半点儿女私情，我什么我不上来了吧？反正雅兰已经跟公子说清楚了，就请公子速速离开。有什么事情，等明日五爷回来再商议也不迟。哎，俗话说，10个男儿9粗心。白玉堂那个榆木疙瘩先不说他了，你怎么也色迷心窍？在你的眼睛里，只有他白玉堂一个人，看不清你周围其他的人了呢？
看来这沈仲元的确是个英雄，他我们也就不说了。但是，我觉得另外一个人很有可疑之处。四哥怀疑的是那个姓岳的吧？对了，你怎么知道？四哥先说说，你为什么怀疑那个姓岳？蝴蝶，他杭州萧山，跟我们县公岛那是咫尺之隔，我们也算是近邻了。他那什么时候出来一个小白脸，还少年英雄，武艺高超，我们兄弟一点都不知道信儿。四哥说的没错，可是我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他的破绽。哪个方面？四哥，你想一想，除暴安良、行侠仗义，乃是江湖英雄的个人行为，什么时候跟官府扯上过关系的？可是姓岳的那个小子竟然提出了一个让开封府出面解决的建议，你觉得这难道还算是江湖侠客的行径吗？不是江湖侠客，难道是？所以亚兰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保密。想让我替你保密？可以啊，先告诉我你家住在何处，为何要女扮男装，一个人出来闯荡江湖？我乃杭州萧山人，不过父母双亡，所以在家闷得慌，就出来四处闯荡。不过我还真没有想到，岳公子竟然是一个如此俊俏的美女。那是。不过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不在家里面待着，这到处乱跑的，成何体统啊？呀，说你还来劲了！你什么时候看出来我是女孩子了？也是啊，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想到也来个女扮男装呢？这就说得通了，说得通了。这小白脸的建议也还算可以，啊，那把这个钱给包大人呢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有点担心。那四哥的意思呢？五弟啊，你想想啊，我们如果让包大人插手这件事情，他拿到黄金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他必定会把这钱上交国库啊！四哥敢保证，这钱要是上交了国库，一来二去转了一圈，他肯定100%又流落到贪官污吏的手里。啊，道理是这个道理，没错。那四哥有什么意见？这笔钱，我觉得我们兄弟自己取了。至于怎么处置，我们兄弟以后再说。反正老四我就不愿意看到这笔钱再重新流落到贪官污吏的手里。可是现在那个姓岳的已经通知开封府了。那看起来我们得改计划了。原先我们的计划呢是在开封府的境内动手，这样可以让他破猫出一个大大的洋相，让他大大难堪。现在看起来不行，咱们必须抢在开封府之前，到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是我们干的了。那姓岳的那边呢？我找个理由把他远远的支开，沈中原也不能告诉我这件事，五弟，咱们谁都不告诉我。啊，这样一来，就算那笔黄金不翼而飞，他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到是在我们头上。对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明天就赶回回龙镇，我们明天再见。明天见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走了，否则一会儿该撞到白玉堂了。如果撞见了，直接告诉他不就好了？现在还不可以。为什么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他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此事请雅兰姑娘一定要替我保密啊。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哎，路上小心啊，岳公子。谁啊？五爷，进来吧。
岳公子，您回来了。您亲戚已经在小店等候数日了。五爷，岳公子，岳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雅兰姑娘，近日可好啊？老公子挂念，一切都好。快坐吧。多谢。沈兄在哪里啊？这位就是沈大侠。哈，沈兄，你可想死邓彻了？邓彻是我皇清花园护院家丁的总教头。哦，沈中原见过邓总教头。哎，沈兄，千万不可这样。邓彻是对小主官久仰大名了，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好，皇清花园又多了一名猛将啊！哎，来了！你们这客栈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客栈里有热腾腾的馒头，好酒好菜。行，来，跟着马啊！好的。哎，客官里面请。岳公子，不知道你在开封府内有没有见到过御前四品带刀侍卫展昭？我没进开封府。你没进开封府，你怎么禀告的包大人？我和开封府的校尉赵虎赵四爷有过一面之交，我是请他转告的。